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9月4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在台南市政府积极接商之下，来自台北的建设公司因为看好台南的发展潜力，决定在新市树谷园区推动大型物流中心，预计投入18亿的资金，创造超过500个优质的就业机会。市长表示，相信物流中心会当为台南市的经济甲物业的流通带来真大帮助。当土典礼拄好落大雨，不过为了这个投资台南的重大建设案，包括市长、国际民代甲经济部的官员等贵宾拢全程到场，用雨水折花来祝福。会中市长黄伟哲肯定该建设公司配合国家产业招商的政策，投资台南10几亿来建设物流中心的眼光。期待尽数完工，发挥实际的效益，来创造台南经济甲物业的流通。这个园区，我们觉得其实不仅是这个所谓的南北的这个零售业的物流而已，还有许多高科技业也好，或者是说他们的一个需要转运站的一个企业。我觉得其实在这边应该是有蛮大的空间，所以非常感谢东伟建设能够投注10多亿在这边来建设这个园区。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园区能够早日落成，能够尽速发挥这个实质的效益。那也很感激这个经济部所有的同仁，他们呢也非常有效率的帮我们安排了这个促餐的所有的一些过程，那也非常高兴。我们也很顺利的拿到了 BOO 这个预约的这个部分。那当然最要感激的是台南市政府。第一层开工平安，政绩稳固；第二阶层神威显赫，繁荣地方；第三阶层工程顺利，圆满平安。在隆重的动土典礼甲祭拜仪式过后，位于树谷园区一片占地超过3公顷的土地，预计在109年年底会当完工，来提供南科侪高科技的厂商在物流甲仓储的空间，嘛预计创造500-600人的就业机会。今日新闻管制何小芳采访报道。8月中旬，透过议员林美燕募款争取出国比赛新南国小网球队，早着大家满满爱心加鼓励，最后在日本踢下国际比赛乙组的冠军，恭迎倒转来。对此，市长黄伟哲近半工请师生食5千家饭店的大餐，并且颁奖，勉励所有小选手继续在球场发光发热。前往日本参加2019年沙中俄国际青少年软式网球锦标赛新南国小软网队，因为是跨组比赛，所以挑战的拢是较高强大汉。不过因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得到亚军，其实嘛是乙组的冠军，相当难能可贵。对此比赛进前，市长黄伟哲就答应选手拿到前3名就请大餐，所以上午市长伫教育局副局长甲议员林美燕陪同兑现承诺，陪选手、教练甲师生做伙用餐，餐像一家伙仔，场面轻松自在。台南之光正不正？正。新南国小正不正？正。吃饱了正不正？正。我们有这个成绩，事实上我也真的非常高兴。但是我们还是期待明年如果有机会，后年有机会的话，我们一样希望能够朝第1名来做目标，好不好？好，所以今天好好的吃。较认真啊，脚搁较大行的吼，咱去外口甲人比赛时阵，让我们更加有实力哈，好不好？这边也再次感谢校长跟那个教练哦。我们当然要宽筹经费，尽量用多一点的经费来去鼓励优秀的选手，尤其是平常在训练的阶段哈，那他们的营养、他们的训练以及他们的这个课业都要能够并重。孩子正在成长的阶段，
那一方面借着运动能够让他们体魄更强健，另外一方面也要让这个他们的球技更加精彩，这点是市政府未来还要再努力的目标。嘛，因为这摆比赛只有一场团体奖状，所以会中市长嘛颁发教练甲每一位选手拢有1份的奖座，互因纪念。期待未来会当为台南、为台湾争取更较侪公赢。台南新闻管制何长芳采访报道。民进党立委陈明文伫高铁放弃300万现金，但第一时间不但无报警处理，而且更是后生出面解说，表示钱是老爸要互伊早去菲律宾的创业基金。这件代志一传出，已经引发各界讨论。伫出议会，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强烈批评，质疑陈明文的钱是对倒来，要求检警调介入调查。陈明文，钱从哪里来？陈明文。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4日召开记者会，对着立委陈明文3日伫咧高铁北上班处放无300万的事件提出质疑，认为一般人身躯顶若是炸了遐尔啊惊人的经验，一定会好好顾条的，而且300万放无去嘛无报警，最后也是由陈明文后生陈正廷出面说明，表示这个钱是父亲要互伊的创业基金。对着这款讲法，嘛引起各界怀疑。竟然300万，而且没有锁的这一咖，沦落在高铁成为了我们今天全台湾都在沸腾的对民进党装好装满现金流怎么跑的。现金交易的情形愈来愈少，大家拢用刷卡较济吼。不管你是要买去因囝去菲律宾创业也好，也是讲伊各种用途。足少人现金300万，因囝我敢保证讲别才话。你领钱50万，它变成是一个洗钱防治法的条例。那呢，我们要讲说，到底他这一笔钱，陈明文是有没有申报？检调单位对这个案子应该要去介入，强力的介入。其实我们在高铁站都有很清楚的监视录影带。我想要了解一下，陈明文从台北坐高铁回到嘉义，这个过程的监视录影带，他到底带了几个皮箱，带了几卡皮箱，是不是这卡300万的是上少的？所以伊迄袂记哩。但是国民党团嘛向社会呼吁，因为高铁公司无法度提供东港的监视器画面，所以希望东港甲立委陈明文坐港班高铁的旅客会当提供因相关的消息。早日让事件真相水落石出。台南新闻张文忠采访报道。先休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为提供台南的小朋友有优质的游戏空间，伫议员陈秋平的争取，为伫东区的德国高小建设了台南市第一座校园的共融式游乐场。原来是游乐场当中，拢配合无障碍设施，让所有小朋友拢当欢喜佚佗。4个上午举办开园典礼，现场闹热温馨。共融式的游乐场是这几年非常热门的小朋友游戏的空间。公调当中的设施爱考有着无同需求的小朋友。互大家拢会使平等的佚佗。现在台南也打造了第一座校园的共融式游乐场，伫东区的德国国小。4号上午举办启用仪式，侪位的议员甲东区区长拢到场相听。虽然现场拄着落大雨，但是也会使看到侪侪小朋友拢非常期待要来耍这个设施。
在这个游戏场的设计，最主要我想有2个特色。第一个就是说，它在设计的过程概念里面呢，有社区的家长，还有我们相关的这个民间的团体或者是特教的团体，然后我们社政单位也都一起来参与。那因为它可以提供一般生还有特殊学生共同融合在这样子的游戏场域里面啊，这个是第一个特色。那第2个特色，它也结合我们德高的这个意象，的歌的意象了哈，在这个地板上的这个图案了哈。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场域，未来我们也会逐步的推广到全市的其他的学校，由德高国小做一个示范。希望提供孩子们有一个欢乐幸福的童年。会有这个游乐场的设立是当初市议员陈秋平大力来推动，最后经过政府的评估，选伫东区的德高国小，运用200万的预算所打造出来。当时候会提到这个政策的提案哈，是因为我们看到身障的小朋友哈没有办法跟一般小朋友共同走出来哈，所以我在在议会上特别的提案，是希望说身障的小朋友也可以跟一般小朋友零距离的共融在一起让我们这个爱发挥得更大，让他们更走向阳光。这个游乐场也结合当地德高厝的象征，将德仔运用伫整个涂骹的装饰。教育局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推动共用式的游乐场，希望提供大台南的小朋友一个优质的佚佗空间。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桂林区公所甲在地总铺师合作，每一档拢办理桂林食办的活动，备受民众介意。而今年活动将伫9月27号正式登场。公所强调，这办的食材拢是桂林在地生产的优质农产，透过总铺师手艺，要用澎湃美味的料理来满足每一个经济的嘴。每档拢会受到真侪民众欢迎的桂林食办的活动。今年即将伫咧9月27号暗时登场，这次同款邀请到2位知名总铺师，为大家带来丰富的料理。伫食材方面，更是使用真侪桂林在地生产的优质农牧产来入菜，就是要互报名参加的民众食甲健康又美味。这是咱在地的食材，咱的杜子师用咱的手工的手艺，来甲发挥这个土豆猪骹补气养肾伊这个在地我也有做一个土豆土豆控猪骹，这也是一个在地的食材。桂林地区除了有丰富的农特产以外，其实嘛有真侪知名的总铺师。主办单位台南市政府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不只创造观光的效益，更是展出桂林地区的特色，宣传办道的传统文化。这个归仁有许多的名厨，我们的中破塞，事实上在许多的婚宴里面、平安夜里面，这个有许多的这个满桌的这个佳肴美味。那所以说，我们借着这个机会，一方面让全国的民众了解到台南一方面是美食之都，另外一方面归仁是中破塞的故乡，所以让台南、让归仁、让全国民众都能够知道有这么多好厨艺的中破塞。今年活动地点同款选定伫咧林寿宫举办，民众会当选择网络或者是现场报名的方式，而且到处有限，所以如果想要品尝中破塞好手艺的民众，就要加紧脚步来报名。来桂林食办的赞！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分午后第一站雷阵雨天气，温度26度到31度，落雨记录4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9月4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